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6日早起新闻，我是主播陈志安。最新消息来看，美军一架 B-5级轰炸机传出讲，伫咧加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就摔落来，这飞行机顶8人不幸牺牲。透过画面会咱看到，这涂骹是规个烧甲臭火焦。那讲到这个 B-5级轰炸机有载着载核武执行这长途的轰炸任务。美军是对1950年代就开始咧用，到目前也是主力。目前事故的原因详细情形也等待调查。也讲到中东战事目前上新的进度，美国甲伊朗双方是拜五要伫咧瑞士签这和平协议。有风声是讲，这美国有答应讲要解除伊朗的海上封锁，开放核物资，慢慢解冻美金250亿这伊朗的资产封锁，双方会进行60天的核问题谈判。伊朗国营电视台15宣布，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嘛强调美国是被迫签署的。شهباز شریف از پایان دائم و فوری جنگ در همه جبهه‌های جنگ آمریکا علیه ایران و متحدانش خبر داد. 负责调停的巴基斯坦总理哈里夫嘛已经透过答文证实，美伊双方宣布马上永久停止包括伫黎巴嫩境内所有的军事行动，正式的签署仪式嘛计划19要伫瑞士举行。美国总统 Trump 了后嘛发文表示，荷姆兹海峡将会全面免费对外开放，佮授权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世界各国的船只会当准备出发啦，和石油会当流通。美国副总统范斯伫咧受访问的时嘛强调，这项协议将会为中东地区带来突破性的发展前景。But if the Iranians comply with his deal, it is going to fundamentally transform the Middle East for the next 50 years. It's going to end the war. It's going to make the Middle East more investable. It's going to mean a lot of prosperity, lower energy prices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伊朗副外交部长嘛证实，伫巴基斯坦甲卡达的调停下，美伊经过座届的会谈，基础协议的内容，14日经过15点钟的谈判了后，总算是确认这份名号做伊斯兰马巴德谅解备忘录的最后版本。در عین بی‌اعتمادی کامل ما به دشمنان ما صورت گرفت. هیچ اعتمادی ما به دشمن نداریم. اعتماد ما به در واقع قدرت نظامی ما هست و همچنین به قدرت دیپلماسی ما و به حمایت و در واقع انسجام مردم خود ما هست. 根据部分协议的内容，19伫咧瑞士签署了后，美国将会解冻250亿美金的伊朗资产，刷落来双方会展开60天的和平协议谈判，其中包括解除伊朗制裁、甲经济停建以及浓缩铀的处置甲限制。专家分析，因为以色列方面也未对协议做出回应，加上以色列和伊朗伫咧协议定案14迄天，也搁伫咧战火当中，历史这条中东和平之路也是充满变数。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这个美国甲伊朗的停战的消息一出来，也带动股市大起。这台股昨是大起1227点，搁徛等于4万股，也今开盘是45500点。这个专家嘛表示讲，刷来搁超级永恒州，搁有要升息的消息，这台股可能会搁起落落。美当时间14，美国总统川普宣布达成美伊停战协议，15台股开悬走悬，重回45000大关，中场收伫45396点，大起1227点，创下史上第8大起点。电子宽达股台积电以2360块开悬，收伫上悬点2375块。另外，联发科收盘起290块，到4470。台立港起400块，收伫4420。安尼亚股尾盘比台股更加强，日经指数大起到69317点，起将近5%，离7万点敢若差一丝啊。韩国综合国际指数收盘大起超过5.2%，起400点，收关8545点。比较大的利多当然是美国跟伊朗的和谈，那第二个就是 SpaceX 顺利的 IPO 哦，那这目前看起来台股是气势如虹，但是大家也要注意，接下来是进入所谓的超级财报周，那还有就是联准会的这个会议哦。台股反弹，投资人者放心，不过专家提醒，国际金融经济6月底马上迎接挑战，包含15加16日本央行利率决议，回顾2024年
年7月，因为日本央行向相关利息，引起日元套利交易变成股灾。台股伫当年8月初5落1807点，创下史上第2落点。即马市场对相关利息预测会大起，可能使日本关键政策利率达到1995年以来上悬的水准，引发套利交易。那短期可能带动资金回流日本，对亚洲的股市跟新兴市场的资金呢，就会形成一定程度的压力哈。那但是呢，如果说从中长期来看哈，那日本经济跟薪资成长的一个稳定，代表日本摆脱这个通缩啦。专家嘛提醒，目前16个应对日本央行利率决策会议结果，17台指期结算，所来18透早美国联准会利率决议，最后是19美国事务日顶变数，台股也会面临真侪项重大事件的考验。市场预测短线波动恐惊会变大，应该要密切注意。记者采访报道。关心天气，今日方面渐渐离开，西南风较足，水汽也是较济，不过甲前几天啊比起来，这雨水已经减真济了。咱来看温度，今日各地高温是29至31度，过昼嘛可能会落雨，山区的雨是可能会落甲真大阵。气象署是提醒讲，这几天啊拄好是大漏水的时间，地势若较低所在，来注意可能会淹水。若无必要嘛，尽量莫去到山区外动。也因为这西南风影响，南部这2天啊，拢咧落雨。台南的六甲是有载猪仔车，可能是落雨的关系，去弄到一台工程车甲机车，造成1人死亡，佮1人受伤。伫咧林道也水到水的水管破去，路基是规落落去。货车失控弄头前的工程车，佮弄边的机车，台南一台载猪仔车15早起7点外经过六甲区单一线路段的时阵，好亲像落雨路过失控连路2车，造成1死1伤。追撞前方正停等红灯，由上男所驾驶之工程车及陈姓男子所骑乘之重型机车，造成陈姓男子明显死亡，未送医。相关肇事责任由警方调查厘清中。连续落雨地数以外真济，国道3号路南前花路段，有人看到隔壁车道轿车向失控出去，后个再无造成车祸。延德区中正路2段水管因为一直落雨所破去，路边冲空崩塌，河池沟啊出去，头水个灌入问题。台电公司跟交通局正在协助移除电杆跟耗志，那我们之后才可以开挖讲修。那停水用户大概6800户，我们预计在今天下午5点之前可以修复。受西南风影响，南部各地拢有地现时强降雨，高雄小港沿海路顶部分路段中头出现积淹水，文藻大厦行政大楼周边也因为排水袂负积水，互学生笑讲是水上乐园。另外，桃园区主要连外道路14道雨潮崩塌，15号市区较严重了后，为居民的安全，市府紧急宣布桃园移步停班停课。那这个队友在海上发展之后，是陆续的在移动到这个嘉义以南的这个陆地的。那当这个红色的回波移进来的时候，这些地方就会感受到比较明显的强降雨。那部分地区的水雨量可能还会达到这个大雨的一个标准。中港河和屏东改寮溪溪水涨起来，搁窜流。气象署中昼对屏东山区发布大雷雨甲溪水暴涨警示。暗过方面，豆豆沙北西南风减弱，气象署预估中南部落雨16开始会转雨，18了后太平洋压向台湾山顶东，全台有机会转做较稳定的天气。记者综合报道。今仔伫咧中南部又出现落雨灾情，伫咧南投仁爱到89线这产业道路水泵线，目前是也咧等拍通。也伫咧国道3号苗栗西湖路段，总是3台车拢做火，货车并车1人受伤。后面高水掺水石啊，一直冲出来，规大片土石流，一下都甲规条车路砍去，车已经无法度过。等一下可能就没有办法走了。南投仁爱乡到89线立行产业道路36.5公里，还有18.2公里，这是下晡发生土石流，46公里原来有土石崩塌，造成交通阻碍。乡公所是讲36.5公里加46公里暂时畅通，不过山区也搁咧落雨，这几天也是有可能搁发生土石流。那36.5 K 目前已经抢通完毕，那就是18.2 K 这里比较严重。山区还在陆续的下雨中所以我们要进入山区的朋友这个没必要就不要进来。
另外，伫苗栗国道3号上北135.3公里，苗栗西湖路段15早起9点，好亲像因为大雨发生堆弄的车祸，一台小货车不明原因弄头前的大货车，致使大货车伫国道并车挡着路，后壁另外一台小货车因为闪袂赴，搁堆弄起哩。各车驾驶人9侧值均为0，现场于10点06分排除。对弄意外，敢若大货车姓朱的驾驶手有去弄着刺伤，无性命危险。3个驾驶拢无啉酒赛车，肇事原因还佫调查。那台中市工业路就是暗时原来发生看棒落来的意外。我来这边买东西，然后刚停完车，刚走到这个门口就听到砰一声很大声，就全部砸下来。后续将依据招牌广告物及树立广告管理办法及建筑法相关的规定，依法来做查处。工业路这间出名的连锁药妆店，大型看板顶悬查的材质，好亲像因为连续落大雨，汹涌规片拢放落来。讲到天地下骹一台自用小客车，车来一个女乘客捌无法度出来。市政府15日时派人加强清理道路，都发局要求业者都要限期改善。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看《中国时报》。卫生部今年编62亿，按算2年来轰炸全台湾121万毒机的时段，按照风险需求分做4级，提供关怀送餐救援服务，今年上济服务补助8万8。再来是《自由时报》，但是部落打造大型的木造船，出发要去菲律宾的巴丹群岛，按照祖先300年前的航道船程是超过100海里，按算今暗时就会到位。最后是《联合报》，台全省交通事故教育部是统计最近3年死伤是有到9000多人，今年1月到4月平均一礼拜都有2个人因为车祸死亡，主要拢是发生伫咧日时甲休困时。讲到这警察掠食毒赛车，伫咧去年，这新北土城的派出所长刘宗兴，叫一个食毒的赛车拖咧行，造成重伤损失。法院1审是判审，昨2审讲嫌犯是主张讲伊无承认杀人是伤害致死，受害者的家属是希望法院会当还伊一个公道。在讲故事的时候，他就看到故事书里面的爸爸妈妈，他就对我说：“我也想要有个爸爸。”伤心讲到红菜因公殉职了后，囡仔毋爸爸关爱心声，心中拢是毋甘。新北市土城警分局派出所长刘宗兴，昨日临检遭到女毒贩单家刑拖刑殉职，1审判死刑，关于15开庭审理。涉单查某毒贩好钱杀人，主张行为只是构成伤害致死罪，老家人无法度接受，希望审判长为因伸冤。我的心目中，我一个很坚定的念头就是。罪责相当，觉得被告非常可恶，他惨无人道。大概你好，毒驾问题严重，高雄警员发现有人反向骑车随乱检，一看竟然是小面厂，因为姓何查甫人几日前，才因为哪骑车哪报军，骑车状况无啥着防乱检，一查是毒驾失忆了后，佮防乱查也是毒驾，当场逮捕以上交通违规部分依法规罚。违规行为依法举发。罚锾最高合计可处新台币127800元。台北小姐也有毒驾案，警员对行车部分的驾驶做喙烂快胎、验过血破的查某人，表面配合，采用违停等理由调工拖延时间，检测结果呈现安徽台面阳性反应，依法纠办。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函送士林地检署侦办。都因为毒驾案一直发生，那造成经济人员损失，更加像刷叮当的炸弹。全台警力透过强力执法，维护民众的交通安全、治安环境。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骇客集团 Crazy Hunters 去年开始入侵这马街病院甲中华基督教病院系统，偷摕患者的资料，伫咧网络顶头卖。检方是有查到2个台湾人已经起诉，也对这个骇客集团发布通缉。检警来搜查约谈2个查甫人涉嫌联络骇客集团，负责将下泰达被美国来病院的病人告知，以及无特别准备。
这买卖鞋暗网交易对华骇客集团 Crazy Hunters 去年入侵马街甲将其系统撤出便宜病人告资，伫非法论坛里边，当初不法集团佫讲有千万笔患者资料，专含15证件，甲骇客集团被告资的2个台湾人，和北检以告资法起诉，简称中当量刑。检察官依违法收集利用个人资料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审酌被告2人法意识薄弱，所为恐将致多数民众受有不可测之侵害，请法院从重量刑。检方批评涉案的姓郑甲姓刘15人伫手的民众资料，牵涉病理医疗、基因、健康检查等运输告资，暗过2人竟然为了牟利，买这告资佫卖出去，积极嫌犯对回记录发现异向。Telegram 的被告表明都提到资料，强调名单拢是有名佫有价值的人。医疗相关的资料，它事实上在这个整个暗网上面市场价是非常的好的那原因是因为它里面这个参考价值是非常高的。社会上的一些这种比较有威望的一些有名气的一些人士，他们是不是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比较偏隐私的问题，对这些名人来发动一些这个所谓的威胁等等。专家分析，骇客集团经病院下手，甲资料有真悬的可信度有关系。若病人告知外泄，连医师依赖真悬资料拢可能泄露。目前中国骇客集团已经互检方通缉，暗过人一天无抓到，就惊过趁机会犯案。若各机关无强化资产，告知拢有外漏的风险。迄时阵可能就会产生早期恐吓等犯罪问题，对个人会造成侵害。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咱台湾甲美国买66架这 F-12B 战机，传出讲已经有人看到头一架编号是6831，已经飞去到美国德州的海军基地。也专家表示讲，可能是准备要飞来台湾。也体育会馆认为讲，考虑到安全的因素，应该照理来讲，要飞应该拢是双个才对。F-16V 布拉克20战机挂弹起飞离场，执行任务空军3大主力战机担负防空责任。向美国买的66架 F-16V 布拉克70，民进党立委王定宇透露上新进度，头一架机号611的双座机，方看到飞去美国德州沃斯堡海军基地外界关注，敢是要准备飞来台湾？预计就是9月会有第1架的飞机飞返，那现在应该也有50几架的这个飞机站在这个生产线。布拉克7孔采用 AN/APG-83 主动式电子扫描定位雷达，整体航电能力甲升级了后 F-16V 布拉克2孔瓦近，淹过 F-16V 布拉克7孔搭载 F11-GE-129发动机，上大推力大约29000磅，比 F-16V 布拉克2孔加出2下挂。机动性甲动态表现更加好。另外，电战机舱会搭载 ALQ-254，甲美军采用的上新式 ALQ-254是无同。专家认为，有会当适合应对强军的需求。外销版的武器来讲，通常来讲是降阶的让你自卫能够这个没问题但是它还有一个考量，说能不能跟共军的军机的新的战力做相抗衡，这个才是他们考量，他们一定有算过。另外，头一架 F-16V 布拉克7孔会安怎飞来台湾？体育会馆高级用分析，依照惯例甲安全考量，通常至少一时一批出2架，同齐转来，无啥可能单架飞行机行动。我们1架完成，为了先完成阶段性的使命，那美军可能会派1架他们自己的飞机慢的飞回来。但国民认为，第一批次飞来台湾的 F-16V 布拉克7孔可能被挂在飞弹、电机机舱等部分的配备飞回来，原因是相关装备会当照着其他方式运回，而且挂载飞行会缩短战机的航程。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这几年，咱国军的演训，常常拢会看到这美国的相关人员，甚至像风声讲，今年开始已经有美军来进驻咱国防部的军情局。最高专家嘛表示讲，台美的情报交换代表互相信任，反正中国的活动对咱拢是有帮助的。营区门口有铁闸戒备真严，正是掌握国内外军机的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属有高机密性单位。不过有消息讲，今年开始有外籍人士伫军情局内出现。军情局内的外籍人士被推测跟美国军方有关，也是军情局第一次有美军人员进驻。不过军方对此相当低调。国防部讲，军情局只有国家情报工作法甲国家机密保护法执行情报工作，维护国家安全，对相关事项无说明。因为传出进驻美军
军有可能是大和梅园计划成员，也就是美国国家安全署伫1979年台美断交了后，为伊保留伫阳明山设置的监听站，负责接收中国华中、东南沿海甲南海的电子信号。对外讲是军情局通讯处的营区，无伫 AIT 管辖内，是台湾上神秘的军事单位。这个当然是代表台美的情报的一个合作是升级的，后续的发展值得我们去关注。台湾是民主阵营非常重要的前线，情报的共享、情报的合作，我想这些合作可以想象的，应该是所在多有。台湾立委正面看台，认为台美情报交流更加密切。这阵啊，美方人员真接伫国军大小演训中出现，进行实地观摩甲战略指导。另外，2020年，前总统蔡英文是到空军伫新竹的鹿山雷达站的时阵，我有翕到美方人员，会当讲公开台美共享空中预警情报。人力的情报以及这个电子的情报讯号，都是双方会交换的。只有互信的国家才会进行这种情报的交换，有助于建构印太的完整这个共同作战图像，来反制中共的威胁。专家是讲，因为台湾的语言文化地点方便，累积未少研究中国政军动态的能量，对于国际情报界来讲，嘛是情报收集加电子侦查中国上好的所在。记者采访报道。国际上紧来看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事，这罗西亚是搁在对基辅来发动空袭，尚无造成9个人死亡。也代表乌克兰精神甲历史文化的基辅洞窟修道院也着火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讲会去参加欧洲 G7 峰会，甲川普甲欧洲各国来讨论停火条件。乌克兰首都基辅15透早遭到罗西亚大规模袭击，造成死伤，互东欧看作是新型的东正教中心。基辅洞窟修道院也陷入火海，当地政府呼吁民众赶紧避难。若战争爆发起来，洞窟修道院已经伫2023年9月，轰跌伫遍归世界危险名录。乌克兰军方表示，罗西亚拢总发射70粒飞弹，甲611架无人机，其中的50粒飞弹甲582架无人机，互乌军拍落来。15 червня 2026 року у нас на території Києво-Печерської лаври, зокрема Верхньої лаври, сталася біда. Російська ракета влучила в Успенський собор. 15罗西亚对基辅发动2礼拜以来上猛的空袭，正值伫当时美国总统川普的80岁生日。克里姆林宫表示，罗西亚总统普廷向川普祝福，2个人通话大约55分钟。电话中，川普搁一摆强调结束战争真重要，佮表示伊愿意优势欧洲甲基辅向这个目标前进。普廷是向川普表示，就算基辅想要攻击罗西亚的民用基础设施，也袂改变目前的态势。佮讲，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会面，就互伊来莫斯科。随后，泽连斯基也伫Telegram发文，表示伊甲川普有一段精彩对话。泽连斯基强调，伊甲川普参所有乌克兰人民拢希望和平环境总会实现。另外，泽连斯基也讲，罗西亚伫2014年并吞克里米亚，那迄当时有强国有力的领导人，这场战争根本都袂发生。Ми домовились про нашу з ним зустріч найближчими днями в Європі. Будуть формати Групи 7. Звісно, Україна і наш захист, наші можливості прийти до миру будуть серед головних тем. 为期3日的 G7 峰会15伫法国举行。地主国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泽连斯基的参与真重要，因为 G7 内部需要重新检视俄乌冲突的每一个层面，用中建挺乌克兰的共识，弥合欧洲各国甲川普对战争甲和平谈判的意见不同，促使罗西亚重返谈判桌。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英国是宣布讲要禁止16岁以下使用社群媒体，包括 TikTok、Instagram 加 YouTube 等主要平台，要减少网络对青少年人的心理影响，按说明年春天就要实施。英国首相施凯尔6月15日正式宣布，英国会全面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主流社群媒体，而且对游戏甲直播平台实施全球上严格的限制。透过严格的年岁验证机制，防止伫少族群受到有害内容，也有见网络的影响，互因甲当年找回来。It will make a huge difference. It will make our children safer. It will make our children happier, and will give them more time, more security, more freedom to grow up.More opportunity. 这项互人讲作是澳洲升级版本的社群禁令，16岁以下的少族群会全面禁用 TikTok、
YT、IG 并且也有 X 平台等等。这项禁令也扩大到游戏平台，严格限制16岁以下族群使用网络直播的功能，而且禁止甲青云人互动传信息。也毋过禁令无包括一般通讯软体、教育服务、电子商务甲音乐串流媒体。预计今年耶诞节进前，甲法案送去国会，2027年春天就会实施。这项禁令，互真侪离校族群毋知安怎反应。What was your screen time over the weekend? 9 hours. 9 hours. So suddenly you're going to have a lot more time to fill. And what will you do? Stare at a wall. Stare at a wall. 英国各大民调机构伫禁令宣布进前发布的数据，民众甲家长对禁令拢有真悬的支持度。部分民调赞成禁令的家长甚至超过90%。不过，嘛有人认为囡仔伫网络接触遐的信息，就是家长的责任。政府已经越权，专家是警告，实施禁令毋是唯一的解决的办法。澳洲就是真明显的例。Clearly, the ban in Australia has been introduced fairly recently. And the initial evaluation of that ban indicates that approximately 2/3 of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are not following the ban, so they're finding a way to still access social media. 面册保公司 Meta 表示，英国这项禁令无法度维护儿童的网络安全。学者也表示，禁令有可能互离校族群转去更较无安全的、无欠命的网络，产生更较侪问题。公司新闻景观庆编译。这场比赛，这维多角对阵前世界冠军西班牙，最后是双方战甲0-0平手。球迷是欢喜庆祝，不过伫咧场外是有真侪球迷煞是真生气，因为讲起防诈骗，伫咧网络顶买到假票，顶悬的条码根本就扫袂入去，互人挡伫咧场外。为着甲球迷欢喜甲又搁叫又搁跳，庆祝以0-0甲西班牙踢做平手，做一个世界骹球赛历史国土面积上小的国家，为着甲头一战就踢出互人娱乐的表现。A não ser 10 ilhas, só país pequeno aqui, mas hoje então hoje a mano fica grande. Então nunca tem palavra de falar mais de que não está sentindo mesmo, mas nós, Cabo Verde, nós é abençoado. 美国亚特兰大球场内底有真侪为着甲的球迷亲身见证国家队大冷门，不过毋是所有的球迷拢遮尔幸运。球场外口也有真侪球迷伫比赛开始了后，要是无通入场，因拢是透过第三方网站买门票，开2000块的美金，煞直直无收到入场的条码，直直到比赛开始，因才知影家己真做是网络诈骗的受害者。There's a lot of people, and like everyone's complaining the same thing. It's like they're putting in like a random email for you, and then nobody can log into their app or whatever to access their tickets, and the barcode isn't showing up. So it's like giving you seat numbers, it's giving you where you're gonna be, it's telling you what time you need to arrive, and but the only thing is it's not giving you the barcode that you can scan up there. 另外一方面，中国地缘政治同款牵动世界骹球赛，洛杉矶球场外口警方设路障，专门升级维安的措施。对着美国甲伊朗才拄宣布达成和平协议，伊朗国家队也要伫遮迎战纽西兰，佮加上有海外抗议团体伫场外的旗仔示威，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人权，也互这场比赛伫高度改变的气氛当中特别受人注目。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国际上的大代志，做回来看世界。缅甸总统敏昂莱访问中国，昨到北京，准备要甲习近平来会谈。这也是以军人出身4月就任以来头一届以文职的身份来访问中国。美国甲伊朗是同意中东的战事相关的前线停战。以色列国防部长嘛表示讲，以色列会无限期留伫咧黎巴嫩、叙利亚甲加沙走廊，中东的局势是恐惊，阁有变数。挪威王都妃梅特玛丽的大汉后生，黄指控讲犯性侵等等，各有其他32项的罪名，叫法院来判4年，大大影响到王家形象。继续转来看咱国内这国民党立委叶元之提出修法，讲要互军公教退休了后去政府机关，也是说讲这学校食头路，退休金会当照领。民进党就批评讲，这就是为着要巴结。不过叶元之是表示讲，是希望来解决这欠工的问题。
国民党立委叶元之等人最近提出3项修法草案，要让退休的公务员、军人、教师，若搁做政府机关、学校还是团体特定职务的时阵，无需要停止领月退休金，让民进党团质疑讲是领双份薪水。如果现在把堵死的门再打开，这些人很容易再回任公部门，在同样的职务上来领双份薪水，然后就影响了年轻世代的升迁机会。老师到现在都还缺上千位，补不起，第一线缺工，能够有中高龄的这些专业人才能够回到我们的教学现场。来帮助减压。即马公务人员退休资遣附属法第77条就规定，退休的公务人员经过审定了后，有领月退休金。若是搁有做政府机关、学校还是团体等等特定有领薪水职务的时阵，就要停止领月退休金的权利。也来针对叶元之带头提案修改的相关规范，专属部退辅司就回应，正正叶元之就要求检讨退休军公教再就业的薪水上限。叶元之委那上次在质询我们，他是说领双薪，但是如果你在任的薪水没有达到法定基本工资，表示你在任这个薪水其实没有很高，那我们是可以排除。他是认为说法定基本工资很低呀，他觉得叫我们去检讨这个标准。叶元之强调，提案的主要目的是要解决教学现场欠缺校安人员甲重点老师的问题。譬如讲，退伍的军人再就业，薪水上限大概是3万9左右，啊，毋过校安人员的薪水4万块，就无法度请。爱调业立委会当斗阵来讨论退休军公教再就业的薪水上限，定伫咧偌济钱会较合理，才会当解决欠工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海峡论坛这六五会是禁止讲中央甲地方政府的人员去参加，不过台东县长廖庆玲是用录影方式引起讨论，甲违法是搁爱调查。海峡论坛13日下晡举行，各举办10项措施对接签约会，中国宣布要买台湾往来设计受办鱼等同期产品，按过陆委会今年扩大禁令，禁止中央甲地方政府人员参加。台东县长廖庆玲是用有录影片的方式参加，引起讨论。即马传出主管机关要查是不是有违反两华条例相关的规定。我们只是善尽为农民发声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嘛哈，那这样的责任应该是没有错了哈。国外的市场呢，应该我们中央政府是要极力的帮我们打开其他的市场。同款是农业大县的婚姻县长张丽珊发声力挺，强调县市首长徛伫第一线替农民发声应该无毋对。廖庆玲是用文字回应，身为地方首长，上要嘅也是安怎互地方产业有搁较侪机会，互乡亲辛苦付出应得到应该有的回报。公众议会当时是屏东县党部主委苏清泉，会向有农影片肯定签约，对卖台湾农渔产品有帮助。叶立委身份是不是违法也引起讨论。中华民国的这个公民到任何地方去，需要主管机关同意吗？陆委会是立法院监督的机关吧，不是陆委会监督立法委员吧？中国对台湾农产品从来它都不是经济的一个议题的，它把农产品当成一个统战，当成一个政治攻防的一个武器啊。农业部强调，中国市场有高度风险甲无确定性，毋是台湾应长期挖开稳定海外市场，会继续开拓多元、有稳定需求，而且尊重国际规范的外销市场。近年来，中国常常有一个比较不符合国际贸易规范跟惯例的一些做法，那就任意的这个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就暂停了我们农产品输入。农业部强调，应用分散风险多元布局策略，继续甲业者甲农民共同拓展外销稳定收益，搁呼吁中国依照国际贸易规范甲科学原则，开放咱农产品输入，再搁互咱两岸的贸易搁较顺利。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新北市自由车比赛场地是开超过1亿外来征收，半年前验收煞够单，也毋捌办过比赛。有机关就发现讲，车道又搁歹去，室内又搁漏水，就质疑讲这款品质，这验收是安怎通过？市长高安是强调讲，会搁要求厂商来改善。去年在新北市自由车车场，因为赛道无平，所以有发生汽车跋倒的状况。经过1年的改善工程，市进前宣布工程已经完成验收。不哩个有议员实际去现场看，发现有部分赛道油源无够平，连室内拢会漏水。跑道这边已经有严重的裂痕，
这边还有凸起来的一块，这里，这边也是，全部都已经凸起来，还蓬起来。越修越糟，不仅错过了2025世壮运，验收完成后仍持续出现跑道裂痕、铺面破损、积水、室内训练休息室淹水等问题，严重影响选手训练与场地安全。新一期自由车车场改善工程，过去因为抢地相关问题，那世壮运取消伫新一期举办。议员指出，验收结束到即马已经半冬，虽然一场比赛拢无办过，首席回应讲，主要是因为车场已经使用真侪年，许多期间佮拄到天气不稳定所影响，市府会要求厂商改善。自由车场本身已使用多年，期间受降雨、热胀冷缩及长期使用等因素影响，局部区域出现裂缝及表面损耗情形。市府已要求改善工程厂商依契约保护责任进行修补。市府强调，确保选手的训练安全甲场地品质一直是上重要的原则，所以其会要求厂商一定要守好势，保障选手安全甲训练权益。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中华奥会荣誉主席林鸿德今年3月就任国训中心的董事长，才打3个月尔，讲因为工课负担受大，决定请辞。因为9月就要举办名古屋亚运，林鸿德请辞的消息是真受到关注。这运动部嘛表示讲，感谢林鸿德对国训中心甲基层运动的贡献，因为继续来提供选手的训练甲资源。继续来看高雄公山本州工业区这历大事件，拜五火烧造成污染，这环保局已经罚500万下令停工。不过民团是指出讲，历大对2008年到今已经有15届违规，佮继续咧标这政府的议案超过3亿，马号市府爱扩大稽查，爱有立管的机制。火那烧那传出爆炸声音，乌烟一缸一缸冲去天顶。高雄历代事业伫咧公山的厂区，12暗时发生大火，因为厂区内底拢是重球甲事业废弃物，火一倒就随弹开，拢总烧9点外钟。消防局动员上百名人力，才甲大火拍花。虽邦市府已经针对历代造成的污染，开出上悬500万的罚款。不止台湾前进电线15召开记者会表示，这场火唔但烧出空污，也烧出政府采工制度的空棚，因为历代对2008年到今已经违规15届。恐罚133万元，所照上会当去提政府的标案，得标的金额超过3亿2000万，实在不合理。违规累累的业者仍然可以持续承包政府标案，那罚款永远都低到可以被当成营运成本吸收的话，这样的制度就是在纵容下一次的灾难。时代力量高雄党部主任王一雄表示，历代事业背后的家族事业，佮包括原力环保、近代事业等等，其中原力环保嘛共罚23届，不过政府标案也是照常提。王一雄要求市府必须要随去稽查，而且相关的采罚记录拢要列入标案必要的审查资料。再去环保局嘛前往公山大寮的工业区，针对历代原力规划近代4间公司启动联合稽查。土水科有一个就是违反水污法第18条了，它的雨污水没有确实分流了，废弃物的产出量超过那个规定的10%。因为这个工厂处理的拢是风险高的事业废弃物，只要发生事故，拢真好收煞。台湾前进电线嘛要求中央对违规累犯发生重大事故的业者，要提悬投标的限制，嘛要加强对环保累犯的管理，唔通互这款一直发一直标的代志搁再发生。记者郭家做邱朝阳高雄场报道。抢救少囝化，这政府减扣税减轻家长负担。财政部已经证实讲，上新的所得税法的修正草案已经报行政院来审查。未成年囡仔免税额会当增加50%，上紧明年报税时会当实施。少囝化即马正做是国安危机，为着减少家长请养囡仔的重担，政府推出减税大红包。财政部即马要来修改所得税法，草案已经送到行政院。未来只要请养0到18岁未成年的囡仔，每一个人的免税额会一个手就提悬50%，按原本的金额一口气增加到15万过1500块。它的免税额如果15年度在明年报税的适用时候，会从10.1万调高到15.5万。什么时候可以提出来？我们应该会在最近这个会期。最近什么时候？最近应该这个月吗？下个月吗？这个月应该可以提送
面对立委的问题，财政部长庄翠芬承诺，期盼伫这个会期就会当顺利通过。换一句话来讲，民众伫明年5月报税的时阵，就会使直接适用新的规定。是讲朝野立委拢真关心这个案件，计强提出28个修正的版本，认为讲减税就应该减较多咧。亲像民进党立委赖慧媛，就5万免税额，会使一口气就调悬到每一档20万。我们的财政部可不可能负担呢？我们有没有机会给他们每年20万？除了这个在免税额上的提高之外，其实政府还有许多直接支付的金额，包含托育的补助，0到2岁的托育补助，2到6岁的育儿津贴，以及新增的成长津贴，每个月每个孩子5000块。财政部强调，对抗少子化袂使干那靠减税，需要真侪政策做伙来导合。亲像减税红包配合跨部会津贴，就是5万会使建构全方位家庭支持的体系，产生更较好的效果。但即马朝野的立委提案的版本遮尔多，要安怎来减轻家长的负担？即马各方都要继续敲切。记者综合报道。根据上新的统计发现，最近5年，这女性甲卵子性冷冻起来人数是加码3成。不过现有的人工sinh殖法是爱限定爱有隔翁的，才会当做人工sinh殖。就有这独身的女性走去美国做试管婴仔，开超过140万，才甲囡仔生落来。台湾人普遍万分万生，被少数性提早冷冻卵，为未来保留生囡仔机会，一直仰望有囡仔王小姐33岁时阵冷冻卵，所以因为无甲查甫朋友结婚，因为国内法规限制爱护异性配偶将进行人工生殖，只好将冷冻的卵送到美国接受试管婴仔疗程，开超过140万，总算伫今年生一个宝贝查某囝。台湾的那个成功率那么好，然后价格也非常合理啊，结果他必须花5倍的钱到国外去，这有点 ridiculous。王小姐迄个毋是少数个案，根据国内生殖中心统计，最近5年冷冻卵人数成长将近3成，主要集中伫31到35岁，去年35岁以下占比达到6成，显示女性已经将这看作是生育保存计划之一。因为35岁开始下降，那个下滑 quality， 40岁就是更糟糕，所以现在我觉得女性有共识，她们也会在35岁以前，假如还没有对象，先动起来。为了帮助许多想要生育的单身女性或者是女同志伴侣，我们认为人工生殖法应该要尽快修法，然后扩大它的适用对象。国建署指出，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目前伫立法院审议，其中行政院版本将代理孕妇托交处理，受诉对象也为即马不认证异性恋翁某扩大列入未婚甲同婚女性。立法院也开始在1月8号的时候就进行了条文的逐条审查。那目前的话，后续的话就要看这个修法的进度。专家甲妇女团体拢强调，台湾面对少子化危机，人工生殖法要赶紧放令，各呼吁立法院赶紧展开审议，唔通让女性有限的生囡仔年岁，伫等大家跨国走廊内底白白流失。记者综合报道。肉粽节要到啊，真侪民众拢打算要出国佚佗。财政部这关务署就特别提醒讲，返来台湾的时，千万就唔通再有猪肉做的肉粽，或者是等路甲盘手，违规上当会罚到100万，可能阁要关7档。出境大厅人踢甜，5日节连假脚步挖紧，国人真侪人出国旅游，说互海关批变正严。今日有民众贪方便，有早也是请国外亲友邮寄有肉类的肉粽入境。为了防止非洲猪瘟等境外疫病影响咱国猪肉产业，关务署会伫国门加强查核，尤其对行李、国际邮包加快递货物严格管控。端午节将至，然后我们目前来自中国以及韩国疫区的猪肉制品，查获的频率，比较偏高。我们以中国大陆为例，那目前查获比较多的就是火腿肠，还有携带内含猪肉馅饼的糕饼类制品。根据防检署的统计，去年拢总542人为非洲猪瘟疫区违规炸猪肉制品入境，其中有144个是外国籍游客。关务署提醒，民众若是为非洲猪瘟疫区炸猪肉制品，初犯重罚20万，再犯罚100万，相当会当面临7年以下有期徒刑。另外，海巡署、金马坪分署为13开始专门启动专案勤务。
头一天就伫金门小三通旅客行李架货运快递，哪查到大批非法输入的中国加工食品。然后中国农产品花生446包，23.9公斤，及中国加工食品螺蛳粉402包，169.7公斤。海巡署表示，科技联防甲全面听检，执行头一天就查到大批中国土豆甲螺蛳粉，除了对行为人会依法处罚，嘛会没收社费。51要到啊，会持续加强查察，严防境外疫病传入咱国境内。记者综合报道。台师大美术馆共生之画展览，这回受超过200件日本明治时期甲日本艺术家的作品，也展现出台湾甲日本美术交流的历史。一尊木雕的囡仔，目睭刻刻，笨品仔的表情是雕甲食幼咯。这是日本明治时期1908年的木雕作品。德吹堂主清凉，嘛是台师大美术馆推出共生之画的重要作品之一。台师大美术馆的馆长讲，希望透过日本的近代艺术，让大家愈了解台日美术的交流历史。像李石桥老师，还有廖继春老师，还有陈慧坤老师、林玉山老师，他们都是重要的留日的艺术家。回到台湾之后呢，对于教育，还有对于甚至于很多教育的制度，也做了很多的导入跟很多的创新。そして東京美術学校に台湾からの留学生が訪れると、より複雑な混合反応が生じ、アジアの芸術文化にまた独自の表現を発生させることになりました。台师大美术馆的馆长指出，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日本就建立美术展览制度、甲艺术教育体系，背后嘛吸引台湾画家李石桥、雕刻家黄土水等等艺术家去日本学习，甲日本吸收的技术养分再倒转台湾，写做台湾近代美术发展的重要基底。安那台师大校长表示，虽然 AI 发展甲真紧，不过人文艺术甲音乐伫未来会变甲愈重要。把这个人文艺术音乐的这个美好彰显出来，然后回应社会需求，希望人能够真正认识自己的价值。共生之画展览办到9月份，现场超过200件日本近代艺术家的作品，包含画作、雕刻，各结合数位光影，打造沉浸式空间。希望透过作品，让民众看到日本艺术家的创作，嘛理解台日艺术家是安怎互相影响、互相学习。记者吴金用谢桂林台北报道。即马脚球世界杯闹热起鼓，伫咧迈阿密一间酒馆，就咧卖用各国国旗鞋仔形的酒杯仔来啉酒，这杯仔也送你。影伫咧巴西是有卖这鸡卵糕店，有咧卖这脚球造型的鸡卵糕，为选手加油。葡酒迈阿密这回调酒赛展现手摇的绝技。一时就将鸡尾酒倒入球鞋造型的酒杯仔，详细一看酒杯仔鞋仔，佮印附德国国旗。礼拜日世界杯乙组比赛，德国队古拉索，这两杯鸡尾酒明显是为德国队加油的人客调的。You're supporting your team.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have those sort of items, and it's really cute. So. 迈阿密是这摆世界杯的主办都市之一，当年当地比赛15才开始，不少脚球迷已经进入这种运动酒吧。球迷讲，无论是装伫球的造型、奖杯造型、酒杯内底饮料，配合球赛主题饮起更较好啉。无论倒一个国家比赛，这间酒吧拢应对的球的酒杯，饮料也个人提转去。除了啉酒相机，真爱脚球运动的巴西药店新师傅推出脚球造型的鸡卵糕，顶悬为甲巴西国旗同款的色水。E assim, a Copa, a gente vive da Copa. O Brasil respira futebol e a gente se une pelo futebol e tudo. Então eu queria criar alguma coisa realmente que fosse muito especial. 可卡利亚是这两个克罗埃西亚球衫专家，因10年来收集6000件各国脚球选手的专业球衫。Ovo je prvi hrvatski dres sa utakmice protiv Amerike iz 1990. godine. Ovo je dres iz Francuske, 98. Tad smo osvojili 3. mjesto. Ovo je dres iz Rusije. Tu smo osvojili 2. mjesto. 两个专家估算，为球衫到球鞋顶各种纪念品总价达300万到500万欧元。不过这拢是毋是卖物件，因打算有一天开一个博物馆，而且会继续收集落去。公司新闻张惠敏报道。影伫咧美国休斯顿，即马是当咧流行大箍背脚球队，除了踢球会当得分，佮会控制体重。
每一场的比赛进前，这球员是拢爱蹦看卖、蹦看外档，只要一礼拜有比顶礼拜较散，这散去的重量就当比作是比赛分数。伫球场顶放开来走到大立竿、细立竿，这旁圆滚滚的球员当咧参加大块的脚球夹击联赛。这项源自英国的特殊比赛，如今伫美国休斯顿发展了真好。参加的球员组成5人制球队，各号亲像大金蕉，还是小龙的大粒球顶优越的队名。对真侪人来讲，这唔那是一项运动，佫是甲健康找回来的路。I had an accident that I was paralyzed from the waist down. But so that's why I gained a little bit of weight. But thankfully, I found this program that's helping me get back in track slowly and surely to get to the weight that I want to be at. 大块脚球赛上特殊的规则，就是将体重控制直接加入去算比赛成绩。逐场比赛前，球员必须排队打起哩磅啊，只要这礼拜比顶礼拜较散，减去的重量就当换算做球队的入球数，减归健身做伙来，互无想要拖累队友的荣誉感，成做球员伫生活中进取的上大动力。There's different ways the guys can score points here at Man v Fat that don't just involve what they're physically able to do on the field. So if they can continuously lose weight, adhere to their diet tracking and weight loss programming outside of what we do on the field, they can actually contribute to their team's success and victory on the field by losing weight on the scale. 这阵大块的脚球队成员唔那伫球场顶甲健康甲自信找回来，嘛交到一群伫生活中会互相监督鼓励好朋友，应用歌甲笑容证明脚球运动的魅力未受到体型的限制，任何人拢会当伫草坡顶踢出属于家己的精彩人生。公司新闻地位是朋友。下晡报天气车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4度至30度，中部地区24度至29度，南部地区24度至30度。东部地区24度至31度，外岛地区23度至28度。各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日早起新闻，我是主播陈哲安，那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Thank you.